馬迷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Ken。聽日咧就跑谷草日賽，非常之罕見嘅。我又揀咗頭場呢個嘅5班1200米做嘅搏殺場次。家陣睇時間鋪就頂頭大熱，咁有靈地標區上次跑泥地，今次轉過嚟跑谷草都唔錯，5.5倍，但係咪真係咁簡單呢？今次一場呢，我反而中意啲比較冷少少嘅馬，所以呢，就一陣呢，就俾寫貼士大家2隻半熱同埋2隻嘅半冷門。好啦，今晚即係5點幾啊，如果你起到身嘅話呢，就有5場嘅美國一級賽可以睇。當然啦，育馬者大賽呢，其實總共有13場嘅 G1，尋日就跑咗5場啦。今日咧就跑埋另外嗰8場，咁啊焦點所在咧就係大圖理喺美國最後一次賽日啦。我睇下會唔會今晚大圖理可唔可以有翻一場 G1 啊？其實都相當之難嘅，因為睇到佢手馬咧確實係有啲廢。不過咧姑勿論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嘅。好啦，聽日除咗呢個谷草之外咧，亦都有呢個日本嘅2000米嘅秋季天皇賞。咁呢一個係咪李慕華有鬥冇風呢？因為近排成日都係呢兩條有鬥喎。咁呢一場馬我就唔分析啦，咁啊大家自己聽日度一度啦。好，講下聽日嘅搏殺場次先。好啦，咁啊到底係揀邊4隻呢？咁講完呢個搏殺場次之後啦，後尾亦都會同大家分析下有咩騎師王、練馬師王值得買。我覺得潘頓聽日咧係有點而危機嘅，雖然加咗1.8倍，但係值博率又唔算話太高。我寧願搏一啲冷少少嘅騎師或者一啲嘅練馬師咧，分咗有一個10幾倍嘅，我都覺得有啲而機會。咁後邊再同大家講到底係邊啲嘅騎練啦。好啦，咁聽日馬 T 啦，亦都有多寶6環賽嘅6寶，亦都有多寶。多寶嚟講咧，依家都係分散㗎啦，因為好多都係見到佢係20萬咁樣，但係通常啦，佢最後個關呢個嘅第9場呢一個咧係特別多錢嘅。咁如果你話買多啲嘅話，可能咧恭喜尾關嘅馬 T 會比較好少少。依家啲獨贏位置成日都落咧，其實可能呢啲固定，即係呢啲嘅比較大彩池，可能反而值得玩喎。6寶就一樣啦，因為呢啲嘅大，即係啲大戶咧，可能比較少供呢啲咁嘅大彩池。當然最推薦大家翻嚟玩騎師王或者練馬師王呢啲咁樣，固定倍率更加之好。好啦，講完呢啲題外話啦，講翻呢場嘅5班1200米搏殺場次先啦。好，首先啦，第一隻我會揀翻快樂騎兵做嘅膽嘅。快樂騎兵呢隻馬咧，近排個表現都還算可以。跑2次嘅1200米沙田又贏咗啦，咁轉咗直接加程上去跑1400米，咁2個禮拜左右。表現一般般啦，唔算話太好，但係都係見到隻馬係有貨嘅。好啦，咁嗰場潘頓其實走位唔算太好，走咗呢個比較死嘅位置，紅心紅帽呢一隻。好啦，入到直路，睇大家出邊嗰啲專家又壓翻入去，咁呢度潘頓又抽翻個位出嚟，其實已經遲咗啦。當然啦，前面嗰啲飛躍海船已經走得再係追唔到。但係大家睇到快樂騎兵，其實佢省幾嘢，呢叫輕邊，即係話俾你聽，其實佢已經係即係冇乜可能入到3甲，咁又叫做數兩數，咁俾隻馬刺警咗幾去，咁其實都算輕鬆嘅。當然啦，聽日嘅難度就在於聽日頂磅加外檔。不過潘頓有時咧，佢咁有夠高難度，佢先肯搏殺。咁呢堆馬其實佢嘅級數又唔算話太高。咁始終快樂騎兵係今季曾經贏過嘅馬，咁亦都係 keep 得到個水準。今季谷草千二都跑第3翻嚟。其實呢隻馬跑谷草千二係非常之耍家嘅。上季包尾嗰2場跑 Q，
咁啊，今次翻嚟嘅正宗路程，我覺得呢一場大家不容忽視。當然，我覺得呢隻馬咧係難贏嘅，因為佢始終都係兩個好不利因素，即係頂磅加外檔。不過我覺得佢有三甲嘅機會，潘頓贏一少其實 O K 嘅。我寧願試下搏下佢做膽，就咁啫。咁第二隻咧，我又想試下搏呢個11號嘅快馬加鞭。其實上場嘅追勢非常之唔錯。咁始終呢隻馬咧，即係都叫浮浮沉沉咁樣啊。丁冠豪咧就轉咗無偉傑，感覺上咧近排個幾場開始見到有啲反彈嘅趨勢啦。其實上一場咧佢走得好行，咁但係邊咧呢一個嘅快馬加鞭其實喺內欄，咁啊轉彎400抽出嚟。當然啦，見無名走得咗，但係快馬加鞭確實係追咗成2-3個馬位。見到隻馬依家係輕磅有好利嘅因素啦，同埋真係減夠分，而呢隻馬嘅狀態確實係有嘅。咁啲馬你都唔會繼續等㗎啦，因為再繼續等就好難救。即係依家已經24分死亡邊緣，雖然有一大段嘅時間，但係至少叫可以上到呢個嘅保險線先啦。個快馬加鞭聽日即係呢個磅位，我覺得都係會去馬啦，7.8獨贏2.3位置，都值得搏 win 嘅。我覺得大家可以諗下快馬加鞭兩日熱門翻嚟放咗佢時間寶。講真啦，你話缺點嚟講，我就真係講唔出啲乜㗎啦。谷草千二上次咧就跑第二翻嚟，第一隻馬咧即係確實係有點而飄忽嘅。曾經喺呢個59分狂減到呢個37分，但係咧係非常之難贏嘅嘛。有時佢嘅心態好，可以爆上前面；心態唔好，淨即係放都放唔出咁樣。咁又比較飄忽嘅一隻馬。咁啊，聽日頂頭大熱咧，其實有啲人隱憂嘅。當然啦，呢個得翻10幾日嘅時間，去再跑一場，我感覺有啲，所以我反而想試下放咗呢隻嘅時間寶。咁而且9檔都係咪一個二期嘅檔位嚟嘅？咁啊，靈里標區我都放埋佢。上次又贏得漂亮啦，睇住有個沙田千以嚟，贏1/2馬位，輕輕鬆鬆咁贏。好啦，佢入8號，隔咗成個月先再跑，咁啊中間又唔知走咗去試就冇乜意義，我覺得呢啲試呢個從化1000，何況係贏添嘅，快跟第催策上前反應良好，是草地爆炸集，我唔係太中意啦。呢啲一試又就睇就冇咗一忽啦，咁啊已經係剩翻9日嘅時間，就走去試埋咁嘅集。我覺得今仗有機會體力不足而失準嘅，咁而且亦都係頂磅。咁啊貴福就可能啲練馬手法大家未睇得熟啦。不過我覺得呢個試集咧，俾我覺得就唔算話太夠必要性，倒不如今場直接跑嗰個。咁我寧願放咗佢啦。2號去到半冷門啦，有一大堆嘅馬。咁第一隻我又想試下搏一搏啦。開齋未開齋嘅潘大維，聽日就幾隻靚馬嘅，武林寶典、上教呢啲就好簡單啫嘛。上教一放得到就放，放唔到咪算咯。咁上次董明朗走去放，但係放得太快。如果放慢少少，分咗有3甲。潘大維至今咧，真係哇都未開到齋，即係證明呢個騎師咧真係好難喺香港適應㗎啦。我覺得夾手夾腳，俾佢開咗齋，又翻去英國再繼續騎啦。我覺得個 happy ending 啦。我覺得呢隻係即係上屆嚟講都係佢一個機會嚟嘅。即係如果呢隻連放頭即係把唔到嘅話咧，即係後認手馬更加難救。放頭好簡單㗎嘛，即係一開閘推幾嘢咁樣咪放到咯。咁呢啲唔使教啦嚇。咁潘大維睇下醒唔醒水啦。我想試下嘅。潘大維試下搏下 win 開齋，同埋買披冷腳就試下上教。另外第4隻就想試下咧，10號嘅飛躍精英。好啦，咁今季咧就跑咗2次嘅，
咁啊，第一次又還可以啦，P2有4分一馬位，上次又差咗少少嘅，因為始終都係排11檔，咁啊呢啲咁嘅難檔咧，其實都係比較難啊，爆尾之後喺呢啲咁嘅死位入邊，其實都睇唔到啲乜㗎啦，即係都放棄咗啦。咁啊唔代表話呢隻馬完全冇任何嘅希望，始終今次跑二檔可以擺翻上前少少嘅位置。即係好啲嘅話咧，就3-3-2都試過跑第二啊！呢隻馬，即係假設聽日可以守到黃金包雙位嘅話咧，其實都有啲機會㗎。咁呢隻馬咧，雖然就兩仗都輸啦，但係之前跑谷草千二集咧，嗰個表現，居中跟落上落不大，都還可以嘅，即係個表現都好啦。咁又再前一仗跑呢個1050米泥地。其實有走勢喎，力測第二，步大力行喎，即係話其實呢隻馬咧確實係有啲攻擊性，即係有作戰準備嘅，只不過係上兩仗發揮唔到。咁又飛躍精，我覺得大家都要睇實，但係 pace 冷腳都係要嘅。可能另外啲半冷都唔揀啦，陽光寶貝上一次咧想出閘推極都唔上前面，咁又一直都係外邊，咁又輸 Q 咗啦。沙田千二嚟嗰次，咁啊沙田千二咧，其實都係一般啦，就唔算話太威脅到嘅。之後呢個冷檔其實都幾難企嘅，聽日雖然一檔，但係啱啱咧就有啲傷，咁有呢個傷患記錄咧，就話佢左前蹄球節腫脹，所以退出咗，咁啊頭一個月。依家先出嚟，咁唔知依家個病好咗未啦？所以聽日都係有少少嘅扣分嘅。咁啊，但係再諗啦，超勁火力都唔揀啦。雖然李康銘就順到爆，泥地哇，簡直係咁樣黏法咗嗰場，即係我買阿鄭俊偉嘅騎師王咁樣俾佢劏咗，咁冇計啦。咪連馬師王俾佢劏咗，冇計啦，太順啦，廖康銘實在就係。好啦，咁呢隻馬大至今咧都未有任何嘅記錄嘅，咁啊上兩次都威脅不大，咁啊有飛數嘅原因可能都係阿廖康銘嘅手風嘅啫。你話見無情都好揀啦，呢隻馬今季都係一般般，放頭1到50米當然係太長啦，但係即使你1400放，其實都係放唔翻嚟。再試下再縮短啲啦，睇下1200可唔可以翻到啦。咁啊，至今都係30碼啊，咁啊我都覺得未有任何表現，即係接住先啦。好啦，咁啊聽日嘅 tips 重複一次啦，就揾快樂騎兵做膽，拖呢個上教呢個嘅飛躍精英同埋快馬加鞭。買單 win 咧就可以試下快馬加鞭同埋上教，買 pace 都係試下啦，7號同埋10號。買二重彩福膽就試下咧，1、7拖另外3隻，單啲4同埋4重彩揾1號做膽拖翻另外3隻。咁如果你初三搏殺組頻道朋友咧，記住撳訂製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咁啊，對呢場有任何睇法，都喺下邊留言可以同大家交流下嘅。同埋搭隻國米馬迷支持有本基礎投注攻略俾大家睇一睇，有興趣嘅朋友見影片描述欄嘅連結都免費下載嘅。咁啊，入邊亦都有好多嘅即係以前嘅投注經驗啦。咁啊，有咩邊啲嘅賽事值得買，邊賽事唔值得買咧？咁啊，入邊有講嘅。簡易攻略教育上一線係一個線上課程，入邊有一條行上贏錢嘅公式，點樣推導出嚟，同埋 3D 學嘅數據。咁啊，簡易制式係從好多嘅 3D 數據入邊咧，係推到一條公式出嚟嘅。咁就依家咧就比較 prefer 大家咧去買啲騎師王、練馬師王。咁啊，簡易制式咧亦都可以用到。咁啊，而且咧跑馬非常之方便。可能你跑一場馬都唔使5分鐘嘅時間。所以有興趣嘅朋友，影片描述欄嘅連結咧去報名參加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事不宜遲，同大家講下騎師王、練馬師王啦。練馬師王聽日中意暗棚字嘅，雖然家陣就見到2隻熱門，添開心同神氣利人，不過都係一啲有實力嘅馬嘅。咁啊，聽日佢好散嘅啲馬，不過我又覺得佢嗰啲10倍嘅馬好多都有機會入3甲。雖然陽光寶貝係難少少之外，其實我都係有點機會嘅。所以我聽日想試下2大過1，咁
咁另外一個可以搏一個就係21號，我哋聽日真係有啲估你唔到，真係14倍，其他分鐘可能咩姚本輝啊，或者葉創學兩就難啲啦，黎超星啊，可能特登走咗出嚟，都係唔出奇嘅。咁啊，播翻住14倍嘅，我都覺得還可以，即係聽日可能都係谷草，都係跑亂谷多噶啦，可能去到騎師王。騎師王咧，我就想試下嗌小麗。潘頓1.8實在太熱啦，尤其是聽日谷草咧，即係唔知會跑啲乜嘢出嚟，好多嘢咧，即係谷草日賽，尤其是啊，成日都爆大冷嘅。不過嗌小麗聽日首馬咧，雖然好多都係一啲嘅半熱同埋半冷，但係可能呢啲分咧咩233啊咁樣加埋亦都唔少，都可以試下一注嘅。咁第二個試下班特黎，聽日出7隻，連續7隻，都係所講啦，天開心啊，花好月型係 OK，風雲啊、風起雲湧啊等等，呢啲咧其實都有機會攞 pace 嘅，所以15倍嘅班特黎我都覺得可能有少啲機會。咁我又想即係搏一搏2同6啦。好啊，聽日嘅貼士咁多啦，咁啊祝各位聽日贏多啲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